都話翡翠手鐲好難揀，揀到眼都花，又揀唔到啱心水嘅。喺前年睇嚟，只要多睇貨，對比出經驗，你就一定得。呢啲就係5萬預算嘅手鐲。呢位粉絲從來未戴過手鐲，佢聽前年講品質嘅入門貨喺小中物，佢一直喺度默默咁樣睇手鐲，最終佢信咗前講嘅睇手鐲，仲係優先種水再睇色。呢一條就帶一啲少少耳底嘅種水貨，但係因為佢已經好冰透，你戴住佢嘅時候，佢就好靈動嘅。中意飄花嘅朋友，亦都可以揀一啲種水帶啲飄花嘅品質手鐲。呢條就係有扶板、有光感嘅，戴上身佢就係好大氣啦。呢條更加之綠底啲，成條綠底好溫潤。首先有種水，個水頭比較足，再加上一個底色，成條嘅果綠感，戴上手嘅時候佢就好清爽。每一款佢都好唔一樣，只有你親自試上手，你先知道佢啱唔啱你。藍飄花嘅朋友亦都可以揀一啲呢種款，盡管係羅冰，但係佢好有膠感，戴上手嘅時候佢越戴係越靚嘅。人養育3年，育養人一生。手鐲確實好多，每一個款都生得唔一樣，要講成日。如果大家想請品質入門手鐲，不妨嚟錢呢度親自去試一下。只有多睇多試，先可以鍛鍊出你嘅眼光。好期待一陣馬上要到嘅李小姐咧，揀到自己一條啱眼緣嘅手鐲。早約好錢時間嘅朋友咧，我都會精心同佢哋準備貨品，期望佢哋帶住希望嚟，帶住驚喜翻去。除咗結緣翡翠以外，亦都可以彼此認識，甚至乎有緣成為一輩子嘅朋友。關注錢買翡翠唔踩坑。